大家好，最近好多嘢做啊，所以咧我成日捱夜，精神同埋體力都差咗唔少，成日咧都冇氣冇力，覺得好攰，記憶力又差咗啦，反應又慢咗。其實捱夜唔單止傷肝，仲會傷腎。而家我就唔再捱夜啦，同時都要煲翻啲護肝補腎嘅茶飲，調理一下。今日就順便分享俾大家呢一款適合捱夜人士飲用嘅茶飲。如果你同我一樣成日捱夜嘅話呢，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呢個茶飲啦。今次煲呢一個護肝補腎茶嘅材料就喺晒度啦，介紹下佢哋先。呢啲係黑靈芝，靈芝味甘微苦，性平，可以補益五臟、疏肝解鬱。而黑靈芝更加有益腎利水嘅功效。北芪即係黃芪，佢味甘性溫，可以補氣健脾，增強免疫力。今次我哋除咗護肝之外，仲要補腎啊嘛，所以咧唔少得黑豆。黑豆味甘性平，可以補腎烏發，利水解毒。今次用嘅黑豆我就冇炒過啦，炒完嘅黑豆咧會比較上火。本身我哋捱夜咧肝火都比較盛噶啦，所以我就唔炒啲黑豆啦。將黑靈芝、北芪同埋黑豆洗乾淨，然後用水浸。黑靈芝同埋黑豆浸30分鐘。今次我用嘅北芪比較薄身啲，所以就唔使浸咁耐嘅。如果你係用啲比較厚身啲，就要浸夠30分鐘。我呢啲比較薄嘅咧，浸15分鐘就得噶啦。可以同埋紅棗一齊浸。黑靈芝同埋等一陣用嘅花旗參咧，都有啲苦味嘅，所以我就加咗紅棗落去。佢除咗可以補中益氣、補血滋陰之外咧，仲可以有個甜味，令到成個茶咧冇咁苦，冇咁難入口。紅棗洗乾淨之後，同埋頭先嗰3樣嘢一齊浸，浸15分鐘之後就可以拎上嚟噶啦。北芪都係，因為佢比較薄身。紅棗攞咗上嚟之後，可以將佢剪開，去咗個核，再剪細塊啲。呢4樣嘢處理好之後，就可以放入個養生壺度，加水煲1個鐘。如果你係想加啲肉落去補充呢個體力嘅話呢，都可以嘅。你可以加肉啦，或者係加豬骨落去都得嘅。咁你就可能用個湯煲嚟煲啦。呢度有個詳細嘅食譜俾大家參考下。煲緊呢4樣嘢嘅同時呢，我哋就可以處理下花旗參啦。花旗參佢味甘微苦，性寒，可以滋陰補氣、凌神益智、清熱生津。花旗參係好適合捱夜人士飲嘅。花旗參唔使咁早落嘅，太早落呢，佢個香味呢會散失。我哋呢打陣後加就得噶啦。而家洗乾淨之後，可以加少少水，用微波爐叮30秒，咁樣呢就會比較腍身啲，容易啲切或者剪成片噶啦。如果佢仲係太硬嘅話，你可以重複叮，不過每一次叮嘅時間呢唔好咁長，短啲，寧願叮多幾次。呢個護肝補腎補氣茶已經煲咗1個鐘啦，而家就可以加埋啲花旗參落去，再煲多5至10分鐘就得噶啦。呢個茶飲落呢唔會苦嘅，飲起嚟呢仲有一絲絲嘅甜味，同埋花旗參嘅香味。呢個茶除咗可以護肝補腎補氣之外呢，仲可以舒緩疲勞，增強免疫力，好啱啲捱夜人士飲用噶。但係呢個茶利水，
最好呢就唔好夜晚飲啦，費事影響睡眠質素啊嘛。